今日係3月6號啊，頭先啱啱裝緊嗰個大龍蝦，整咗1個之後組，最後都係失敗告終。點解可以有咁大堆貨嘅？最後好在兔仔仲有地方坐啊！哦，終於到訂，而家送貨上去。OK 啦，經過漫長嘅工作，終於將佢分好類啦。如果你開始懷疑一句說話，只要努力，生活就會慢慢變得美好。咁接下落嚟，我想講嘅嘢可能會對你有一啲啟發，因為我最近先發現，現實世界其實唔係咁樣運作。好多時候，決定一個人嘅發展速度唔係努力，而係佢所在嘅市場結構。如果你係增量市場，需求不斷增加，機會越嚟越多。喺呢種環境入邊，好多時候只要你認真努力做事，慢慢就會有機會。甚至有句說話大家都聽過，只要喺風口上邊，豬都可以飛。但如果你喺存量市場，市場冇增長，甚至開始萎縮，咁所有人都只可以做一件事情，就係互相搶客。你多一單，人哋就少一單。呢個就係大家成日講嘅內卷。喺呢種環境入面，好多時候你必須付出100%嘅努力，先可以維持原本嘅生活。所以到咗2026年，我自己有一個唔係算好成熟嘅諗法。如果你係創業者，資金又唔係特別雄厚，未必一定要淨係望住已經好擁逼嘅存量市場。例如正在增長嘅海外市場，機會未必喺最熟悉嘅地方，反而喺正在發生變化嘅地方。我越嚟越相信一句說話：努力決定你可以行幾遠，但市場決定你可唔可以飛。最後講下大龍蝦終於安裝好啦，但係而家又要裝技能，究竟係乜嘢嚟嘅？希望今日嗰個視頻可以幫到你，我哋聽日見。